就傳嚟最新嘅消息，西區警方就已經係抓獲咗呢一單案件嘅主犯。令人意外嘅就係呢一單案件嘅行兇者同埋受害者呢，大部分都係未成年人，而打交嘅理由居然係因為一句説話。咁到底衝突係點樣引發嘅呢？睇睇。17號有街坊向我哋發嚟咗西區 Vivi 酒吧門口一名男子被毆打嘅視頻。咁記者當日去到現場，發現地面仲留有血跡。住院治療嘅傷者小陳，全身多處外傷，仲有疑似腦出血症狀。他這個傷情呢，我們經過法醫的初步鑑定呢，是達到了輕傷的標準。根據這個驗傷的結論呢，我們依法做了一個立為刑事案件來辦理。昨天晚上23點鐘左右，這個案件的主犯我們已經抓獲歸案了。據嫌疑人程某交代，佢係廣西人，今年17歲，喺中山一家髮廊做嘢。當晚佢同朋友喺 Vivi 酒吧飲酒。那時候有個女的出來跟我說話，然後我就上前去說了一句說你很醜，我不想跟你說話。然後之後他就說要打我。那麼這個女孩呢，後期呢就找到了這個被打傷的人，過來找這個案犯來理論。那麼雙方發生爭執。程某之後喺微信上面叫咗朋友過嚟，有條女話要嚼我，叫班兄弟出嚟。雙方好快就喐咗手。程某呢一邊人比較多，圍毆傷者小陳。那麼有多少人打他？有20-30個，我朋友叫的人，或者有一些是我朋友。有的人用拖把，有的人用凳子。哪裡拿的拖把和凳子？就小賣部那邊。我們敦促呢，這個當天晚上參與毆打他人的其他的作案人員，盡早到西區公安分局西苑派出所來投案自首。那麼這樣呢，才能爭取到寬大處理。針對有街坊反映嘅事發地附近治安比較差嘅情況，黃秀峰就話警方將採取行動。2015年，魏8附近一共有17宗治安刑事案件，涉及到的是打架鬥毆跟故意傷害。那麼整個發案情況來講呢，相對來還是比較多那我們也一直以來就多次對這個場所進行了提醒，也加強了對周圍的巡邏防控的力度。記者了解到喺呢一單案件當中，無論係行兇者定係被害人，基本都係未成年人。咁對此，有律師認為應對未成年人犯罪，監護人應該主動負起責任。放羊式的這個父母放羊式的監護，這是肯定是不允許的。嚴重的話可以導致父母的一方或者雙方喪失監護權的。零距離記者程燕輝、湯家園報導。因為一句說話唔啱聽，就搞出咧難以收拾嘅後果咁樣嘅事，見唔少嘅。而家真係好多時候我都覺得冇辦法理解啊！唉，律師係講得冇錯嘅，細路仔咧唔能夠話淨係生咗佢唔理佢嘅，做家長嘅真係好有必要成日同細路仔講做人嘅道理。呢句說話唔係講笑，而且從細就應該要教佢哋。